我叫張炳權，我係香港嘅一個資深嘅藝評人。今日咧睇咗呢個嘅《牡丹亭驚夢》係非常好嘅，因為係一個咧好整齊、好認真嘅製作。好多時候咧睇呢個作品咧係有啲甩甩漏漏咁樣，呢度好嗰度好，或者只係啲主角但係做得好咁樣樣。但係呢個戲咧係好整齊啊，係幾十人嘅一個團隊咧，好認真，好好睇。劉麗咧做主角，佢係一路都係教書啊，咁啊好少咧同佢做一啲折子戲，見到佢咧，但係做一個長劇係好好睇啊！希望劉麗咧做多啲戲，滿足咗我哋呢啲戲迷嘅一個願望。吳子俊 Isaac 嘅設計咧好靚啊，好有風格。Isaac 咧佢係做即係現代舞台劇嘅製作之外咧，佢做咗好多啲戲曲嘅演出，設計係好美麗。咁希望佢哋能夠係精益求精。《牡丹亭驚夢》咧係唐滌生嘅名作，係經常都有演㗎啦。呢個戲咧係固然係好啱一啲嘅老觀眾、資深觀眾去睇，但係新嘅觀眾一啲譬如話唔睇開粵劇嘅 Modern Drama 嘅觀眾咧都可以嚟睇嘅，因為佢咧係好緊湊，好能夠咧將現代舞台美學甚至係一啲哲學啊。我講一個好簡單嘅就係話咧，杜麗娘嘅回生其實係一個人嘅生命力，係一種生命向往。人只要你有一個執着，話知你做咗鬼，或者你會係死亡，但係好有生命力嘅一在咧，就可以穿透呢個生死，從死亡嘅幽谷回生。呢個唔單止係愛情嘅力量，亦都包括咗咧係對一個生命本身力量嘅一個肯定。咁最後天子當然喺戲嘅劇情裏邊咧，就係龍貫天佢做嘅天子皇帝做一個判斷啦。皇帝係天子啊嘛，就係天嘅字啦，就係都係代表天嘅力量。天都要承認人嘅生命，只要你有一個追求，你有意志，就可以穿透死亡。呢個係一個無論係從湯顯祖到唐滌生，到成個演出團隊，甚至我哋一個普通人、年輕人、資深嘅年輕嘅未來觀眾都好咧，都應該珍惜呢一份情懷咁樣嘅信念嘅。所以個戲咧係推薦俾舊觀眾同埋新觀眾嚟睇嘅。我係盧偉力，係香港一位戲劇工作者，咁並且咧就係做戲藝術嘅教育。咁我睇咧，我覺得場面好大啊，咁啊令到我感覺到咧香港嘅粵劇藝術咧，而家嗰個實力係相當雄厚嘅。咁我感覺唐滌生嘅劇本同埋湯顯祖嘅劇本咧，佢本身係有某一種歷久常新嘅力量嘅。咁而今次嘅演出咧，我尤其是感受到個演出團隊咁雅同埋俗之間嘅嗰混合咧，係做得相當好，同埋係好有心思嘅。原著傳統封建禮教嘅嗰部分咧，喺今次版本咧就減輕咗少少。第一場咧就係由呢個驚夢開始咧，就突顯咗嗰種青春之間個能量。咁而我尤其是中意咧，中間有一場咧就係杜麗娘已經回生咗啦，就佢要出門去揾呢個上京考試啦，同埋要去揾呢個杜麗娘嘅父親。之前有一段戲咧，佢哋兩夫妻新婚嘅嗰種趣味咧，我覺得係排得相當唔錯。而且嗰場戲咧係説明咗咧，佢哋嘅愛情唔係淨係一種青春嘅原子力量，佢哋係有生活嘅基礎。所以我嘅感覺咧就係覺得今次演出咧係有一啲當代嘅感受，預祝香港粵劇藝術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舞蹈團嘅行政總監 Maggie。今次係我第一次睇《牡丹亭驚夢》粵劇版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亦都非常期待。特別係我好中意裏邊嘅佈景設計，因為好簡約，好配合到而家成個好時尚嘅感覺啦，好啱年青人睇。雖然係一個經典，但係其實完全唔覺好傳統或者好老土嘅。咁我特別中意就係柳夢梅嘅演繹，佢好生鬼，有好多廣東話嘅對白，其實令到成個台嘅人都好開心、好好笑，誠意推介俾大家，多謝晒。